今年的前10个月，检方抓到超过14000个电信诈欺犯，人头的口罩嘛有12万个。检方是强调讲，因和金管会、NCC 等部会联手，打击诈骗是有效果的。总是讲有袂少民众拢认为讲这诈骗案无变少，问题原来是无解决。网络上有阿基斯投资的秘诀哦 ，no，迄拢是假啦。 假期赛斗阵开讲讲诈骗，反诈影片翕袂煞，暗过诈欺犯罪依然是真多。你先看这笔钱能不能退回来了。 5成假投资10人赶紧汇钱，那一个爱情陷阱，查某囡仔戆将所欠的钱拢互别人，联信科技新贵技术拢被用来骗钱，过来诈骗有够多，跨部会继续合作联手打诈。追赃返还与被害人的部分，从今年的7月到今年10月，已经有可调解金额为4亿3000多万元。 你这个被判刑确定之后，你账户是不是被限制使用？当然，我们不是完全拒绝他开户，这个部分他的账户就会被银行列为比较高度要监控的一个对象。今年前10月，查缉的电信诈欺集团超过14400人，人头警示户也有12万2000多个。虽然案件增加，不过检方表示，成长出侪变办，加上金管会、数位部、NCC 为拿查警化门户下架投资广告，促销电商虚拟销货、甲第三方支付登录制度，并分进一路出击阻止这类犯罪。我觉得电话、手机常常跟哪一家联络什么的，在媒体公布出来已经有那么多了，那没有的私底下的可能还更多。 打诈是不是有成效？不是政府讲得好，虽然列出一堆的成果，不少人依然无感觉。要解决诈骗问题，让个人无个受害，看来各部会依然有进步的空间。打诈这条路，即嘛只是拄拄开始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